大家好，我是杨无敌。今天呢是星期日，利用周日的休息时间呢，给大家录制一个周复盘总结。在录制周复盘总结之前呢，还强调下骗的一个问题：我不会去主动关注任何人，也不会去主动联系任何人。我既不想挣你的钱，也不想骗你的钱，因为是一个干净的人。说了这方面的问题之后的话，咱们言归正传，说一下目前为止的消息面。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消息面的话，依然来自于我们的地缘局势。面对这个地缘局势，最新的消息面的话是谈判大概率很有可能会选择一个破裂。现在此时此刻谈判破裂的可能性比谈判谈成的概率要高得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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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此时此刻暗盘当中的黄金已经跌得惨不忍睹了，暗盘的原油已经采取一个高走。可以说，之前在周五当天，整个原油漏方向，包括整个原油方向在走低的时候，有一些小伙伴已经在这个周五的这个下午选择了一个开仓。恭喜在原油方向开仓的很多小伙伴，大概率明天有可能会迎来一个高开。而面对黄金方面，在本周的周复盘视频里边，包括在本周的收盘视频里边，我一而再再而三多次表达过，黄金方向明显就是该强不强，随时随地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。面对这个该强不强，随时随地就有可能会有个下跌。毕竟短线级别上黄金方向的利好消息太多了，但是它连4800美元一样是都没有站上。按照以往的这个流动性，包括以往的规律看，面对这么多的利好消息，大概率黄金方向是要站上5000美元一样是的，但是它没有。所以说，面对黄金方向该不涨不涨，短线级别上大概率有可能会有个下跌。按照今天暗盘原油方向下跌的幅度来看，大概率黄金方向在明天的第一个交易日，在早盘就有可能会有一个低开。所以说，黄金方向和整个原油方向形成了两种极端的走势，一个正在下跌，而一个正在走强。源于咱们的消息面，因为谈判破裂的可能性比谈判谈成的可能性概率要大得多得多得多。那面对接下来 A 股上手是怎么看呢？接下来呢，咱们结合一下 K 线图形给大家讲解。这是整个上证指数的 K 线图形。面对整个上证指数的 K 线图形，可以说在周五当天的话是放量冲高回落失守的4000点，大概率在短线级别上有可能会有一个回踩。毕竟在短线级别上迎来了一个这个100点长阳。面对这个100点长阳，有可能是对这一波连续快速性下跌以后的一个反弹。反弹完事以后，势必有可能会有一个二次探底。如果说要是有一个二次探底，有可能就在4月份的中旬甚至下旬，因为我预判地缘局势有可能会拖到4月份的中下旬，有可能会迎来一个决战。毕竟在谈判桌上，如果说你谈不下来，就要在战场上有所反应。所以说我预判在战场上，在4月份的中旬的前或者后，有可能会上演一个大决战。因为在我看来，老美方面还没有上他们的杀手锏，在没有上他们杀手锏的时候，在战场上只有打得赢，在谈判桌上才有可能会谈得赢。所以说现在双方之间完全没有进入到决战的模式，只是小打小闹。面对这种小打小闹还没有进入决战，只有进入决战以后，我认为接下来谈判才有可能会进入的顺利一些。包括俄乌在战争期间，在真正的开打之前，双方之间也进行过谈判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谈判只不过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拖延战术，或者叫一个互相体面、互相一个给台阶的体面，给全世界的一个交代。而在战场上一打就打到了今天。所以说，面对中东地缘局势，在我个人看来的话，很有可能谈判只是假象，只是表象，真正双方之间依然会选择一个动手。所以说，面对全球的股票市场，包括全球的贵运市场，流动性一旦出现承压的话，短线级别上势必有可能会迎来一个二次探底，而且并不排除走一个 A、B、C 浪是C浪的下跌。所以说，散户最应该做的是在4月份做好偏防守防御的准备。如果说大资金想要进行炒作的话，只有2个方向有可能去炒作，一个是传统能源方向有可能会反复的操作，另一个有可能就是新能源方向。毕竟我们国家是制造业大国，制造业大国对于这个原油的这个进口的依赖程度是很高的。如果说原油长时间进行高企的话，我们也做好了原油长时间高企的准备。这个时候，新能源作为替代品，有可能会大力的进行这个有政策的扶持。所以说，面对新能源和传统能源这2个方向，有可能在短线阶段资金会反复的切来切去。所以说，散户如果说想要做股票，选择一些方向进行狙击的话，我给大家的建议，要不然你狙击传统能源，要不然你就狙击新能源，这2个方向，甚至你可以同时进行狙击，都有可能会有效果。因为我并不认为在4月份的这个
整个月份里边原油有可能会回到最开始65美元一桶的状态。所以说，面对接下来走势里边，我认为股票市场和整个贵金属市场在下周有可能会承压，有可能会经历一个二次探底。但是之前很多这个财经博主、电视专栏的嘉宾，包括很多这个电视专家，很多人都表达了很乐观的态度。为什么他表达了很乐观的态度？就是对于整个谈判过于期望过高，因为在股价里边已经体现出来了，价格在前，情绪在后，因为价格永远会跑在情绪的前面，因为先有了价格，后有了情绪，然后这些人依靠情绪做出了判断，是一个标准的韭菜模式。真正在炒股票的时候，一定是先做判断，再看价格，然后确定情绪，再控制情绪，这样一个节奏才有可能会在股票上面赢到钱，而绝对不会因为先价格后情绪，然后因为情绪带动了自己的决策，甚至做出了一个买或者卖的一个价格，这是完全错误的，完全是一个标准的模式，韭菜模式。所以说，面对接下来走势里边，我认为股票市场有可能会迎来一个二次探底，短线级别上要在4月份的中旬的前或者后上演一个大决战。这个 A 股市场的看法。对于今天的复盘视频呢，就给大家总结到这里边，咱们明天再见。